欢迎收听7月23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1章1到20节，撒母耳记上1章1到20节，无限赛局的 push， 祷告直到事情发生。今天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罗马书12章12节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这段经文很适合在什么样的境况中呢？有一个男子，他领受了主耶稣的吩咐，当他听到耶稣要他推一块石头，这男子面前真的就出现了一块很大的石头。主耶稣要这男子每天尽力去推这石头，这男子呢，他就顺服，一天一天的去推石头。过了好久的时间，可能是几年吧，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他用他的肩膀推着那摸起来寒冷粗糙而且推不动的石头，直到晚上，他每次要回去的时候，他都觉得非常的疲累，而且还感觉自己的努力是徒然的。随着这些时日的消逝，他一天一天推着，更感受到自己对主耶稣的托付不大可能做到。这失败、沮丧、负面的思想就充斥在他的脑海当中。倒不如我只付出少少时间，力量就够了。当他带着这样的想法，他来到主耶稣面前祷告，想不到的事竟然发生了。什么想不到的事竟然发生了呢？就是他祷告到有些事情发生了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这家庭里面，只能说各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而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家庭成员，这3个人的角色也是各有一本难念的经。这3个人分别是以利加拿，还有哈拿跟毗尼拿。这3个人他们是夫妻关系，但在这个关系当中，却是好像有这个受害者跟加害者之间的关系。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委屈，很有可能以利加拿当时先娶哈拿，但是如同经文上所说的，因为上帝没有让哈拿生育，为了生育后代的缘故，以利加拿可能这时候娶了毗尼拿。但是他爱哈拿，他需要有子嗣，但是他又爱哈拿。在这个无奈当中，可能毗尼拿也是感受到自己很委屈的那一位，因为他为以利加拿生了孩子，但是他的先生却是特别的恩待，特别的爱哈拿，连这个每年要献祭回来带着祭肉的时候，他都多分给哈拿，而不是分给他有孩子的他多一份。在这样的情况中，这3个人的关系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彼此都带着许多的委屈，但是又在这当中需要一起生活下去。哈拿就在这难解的关系里面，常常因着毗尼拿，他也是委屈啊，所以激动了他的心，让他的心因着他没办法生育，感受到非常的失落，非常的失败。特别在那个没有生育就等于没有价值的年代，这样的女性要怎么生活下去呢？而这一次，当他来到圣殿当中，他就在这个地方向上帝来祷告，向上帝来许愿。许什么愿望？他说如果你愿意
垂顾你婢女的苦情，你愿意纪念我，求上帝赐给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在这个祷告当中，哈拿甚至被另外一个人误解了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当时的祭司以利。以利以为他嘴中喃喃自语，又在那里那么久的时间，以为他喝醉了，在这个时候就对他说，你不应该喝酒。而哈拿他没有在这时候又被激动，又被引起怒气，而是在这里他向祭司以利分享他心里的愁苦。他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，是因为他愁苦太多。他没有说到的是，因为他不能生育。而就在这个祷告之后，以利祝福他，你平安回去吧，愿上帝来赐福你，向你应允你向他所求的。在祷告当中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所祷告的真是希望上帝垂听啊。可是当我们祷告完之后，我们真的相信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吗？在刚刚那个故事里面，这个男子他听了主耶稣的吩咐，一直推这块石头，可是他很难过，因为他怎么推就是推不动。然而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是在他祷告的时候。当他祷告完之后，主耶稣向这男子说了，我只有要你推这石头，我没有要你推动石头。你发现了吗？当你在推这石头的时候，你的手脚已经不同以往的瘦弱，因着推石头，你的手脚练得粗壮强壮，开始变得有力。你也因为推这石头，你有许多的耐心被锻炼起来了。你在这推这石头当中，我只有要你做一件事情，就是顺服我的心意，你都做到了。这男子听完之后真的是，如果是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当哈拿他祷告完之后，他回到他家中，他没有停留在祷告，而是他相信他的祷告，上帝若是应允，就有一些事情会发生。这就是无限赛局中的 push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. Something happen 在他的生命当中，就是他回去就按着他所祷告的，跟他的先生同房后，上帝竟然使她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母耳。当他取了这个名字之后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哈拿从耶和华那里求来一个他自己没办法做到，而是上帝应允才有可能发生的奇迹。然而在这个祷告当中，我们发现了吗？让我们祷告不是要我们有求必应而已，而是当我们祷告是要我们有求有应，祈求上帝的心意，让我们祷告之后勇于回应，让上帝的应许发生在我们当中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是求我们自己想要的，但是我们的祷告若是连结于上帝的心意，上帝不仅回应我们真实需要的，还赏赐我们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。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，我们透过迦南之声，就会更多的明白上帝在祷告中放下的心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让我们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因为我们是有指望的，我们有这位超越有限赛局无限的上帝成为我们的盼望，所以我们能够喜乐。主，你要我们在患难中要忍耐，
因为在患难中，很多时候更是建立我们生命、塑造我们的属灵肌肉的时候。好像我们推着石头，我们以为你要我们做的是推动石头，但是很多时候你是要我们推石头。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透过祷告来认识你，透过祷告来寻求你的心意，也在祷告当中持续的盼望，恒切的寻求，直到主你所应允的事要发生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相信你的心意会在那个刚好的时机点，会在那个刚好的需要上为我们来预备。因为主你是赏赐够用恩典的主，你更是在我们祷告当中来引领我们直到事情发生的主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继续带领我们，透过哈拿，透过撒母耳他们的生命经历，我们要更认识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愿上帝赐福你在祷告中经历到上帝应允的事情发生。我是世界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